炮也放了，要开始工作了。逐個炮幫嘅貼，要幫人啲細路火車馬，天天嘅從茶庫試出來，順康執記嘅唔但唱起觀光客天，唱看到大家帶點蘇打餅，拿點醋嘅，看起來甜嘟嘟嘅。大的也可以拿，好一副手套，然後一個刷子。棒球工作團隊的夥伴啦，嘿。水噴喺出葉，拖火車馬變得實實，前期睇出開始無限嘅。有人睇到火車馬引含水噴水，有人殺古典嘅，十萬嘅粗典嘅茶點呢，就算冇人都感覺，前期睇出隔三人都係同認真。中國一些火車呢個條路唔係一般人有機會做嘅。没有这么近看过火车啊，然后就可以帮忙，因为很难洗耶，发现，对，它里面好多东西哦，很油，然后加上它有那个泥土嘛，然后冲击，对，所以还蛮辛苦的。这跟洗车比起来，是大很多啊，大很多。要洗比较久啊，嗯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那个污垢比较多。对，可是你不觉得这很多油吗？很容易弄脏。已经有了。估计错误，穿白色估计错误。嗯，对。下次有经验就会穿黑色的。連工作一做嘅神父都咩唔清楚，再來四火車，一看得出佢就會貼擺會有結夾嘅。一群工作人員都唔係菜天人，佢來自台灣各地來參加阿里山嘅工作假期。所以條路唔單止係刺眼嘅，來也一轉下海自己發起嘅。看到那个报纸刊登的那个嘉義觀光局辦的那個工作休假旅行團，我們就來參加這個，因為既可以工作又可以休假這樣子。知道，可是大部分在國外比較多，那台灣比較少一點，所以這次知道就覺得很興奮，就跑來報名。我們在發布了這個訊息之後，短短的2天就全部額滿了。那我想，這個是台灣生命力、跟競爭力、跟關心這個環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。本期府也初3面都係山，可以拍1405公尺嘅山度嘅小鎮，係阿里山省內鐵路嘅總基站，也係最重要嘅貨物集散中心。因為安陽變做阿里山地區最有名嘅總頭。糞球本來就是阿里山縣的貨物的集散中心，也是整個站裡面的最大的站。騎火車的時候，代表說我們對這條鐵路還有非常大的肯定，希望它將來還是能夠護持。雖然阿里山公路開通過後，本幾乎是沒落一搏嘅，不過因為關於開始試行觀光旅行，讓入閘3萬嘅隨色火車便當，是知道本幾乎路結可以被變作當數度歡迎嘅景點。更加不要按作南台灣的救援。不過800歲在過後，一個說當然要加1300人來了嘅總頭，一下變作當冷氣的空山，幾條路結差唔多都係門鎖定嘅，人客也係冷落落。糞球這個村就是靠觀光業起家，如果遊客沒來的話，糞球等於經濟災民了。我救生去送，社會救生。做救生去送，嘿，冇話人客啊，呢樣因為經驗了有8-9萬的遊客啊，你下全部冇啊，一禮拜10個沙算2位數，吼，跳白是算千位數啊、萬位數，你下是冇的哦。창玉傑係新竹公林人，做啲日本書嘅阿公就到阿里山嚟聽記，聽聽觀光嘅往事。창玉傑啲路結合賣愛玉，一景業民俗。不過食錯到年年嘅西灘呢，也唱傳到結生時出作嘅安安嘅啲人客。因為800歲在天吼，是人客是唔敢唔落嘅，第一點就是講哦，本基夫。按高山就走水走太水，那高山走太水是東邊也唔敢上來，過來因為公路有部分的攤販吼，人客是降到唔敢來。
其实是因为水是从上面往下流，那火车站月台这边或这边呢是有围墙，所以围墙因为先削不及的话，所以照片照出来就是混球的车站积水、淹水，是到达是事实上淹水，但是因为有这些围墙挡住之后，我们混球的老街完完全全没有受到影响。就算路街无事情，88岁在操成公路团体，还喺本规则阿里山观光产业变得动凄惨。我们初步估计，除了这个各单位的抢修跟这个复原经费，大概约在5、6亿之外呢，更重要是整个产业受到交通的影响，它会面临到1年将近20亿以上的新台币的损失。那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原来开放的陆客或者团体的客人，那很难上山。基本上啦，我叫本基夫是当安全啦，冇嘛个危险啦。是讲，公路开叉的时间吼，山路吼就摊方吼，你下紧走是忙走的动好啦。是讲呐，落太水吼，袂过第三日吼，也是讲有太水安过到太路天啦。其他的部分人动是冇嘛个啦。無論係本基府，亦係講法，當半年一個普羅客狀態，都係看得到88風采高協對自己屠殺，甚至有啲民俗術，亦看得到規則審牌變下來。阿里山公路雖然暢通，本西踩做得順利落下，不過佢把公車嘅本身嘅情形，本看到係很危險。我們希望在這個道路打通之後，用不同階段分別開放的形式，馬上把這樣的一個原來失業的狀況能夠慢慢的彌補過來。那我們也希望民宿、旅館、餐廳交通各個服務行業都會慢慢的恢復生機。我是想講，忙出來做，本個遊客啊，我落住個地講本基府做得落來咧，我就開始做生意咧吼，慢慢落來，冇法度像水在千安尼嘅生意啦。不過我想講，慢慢來吼，一步一腳印。因為按入嘉義縣觀光局第88歲在高校兩張業，第8啲阿里山本基府實作講法有33期，盼年工作假期，希望有893人客來到山學實際看啦，亦做得向下協助風景企業整理工作。那這些工作呢，如果要我們花政府的錢，或者是由這些災民災農呢自己來做的話，相當的辛苦跟相當的耗費時間。所以我們預請了我們100多位我們社會上關心阿里山、那愛護阿里山又願意呢來自己犧牲奉獻，而且重要的是要自己付出住宿跟所吃的這些餐飲的費用。工作假期喺台灣展開4天，呢個國家既然作為當機會，一般來講，工作假期嘅工作內容唔係以強鬆，不過可能講較加貼貼，對一個方式亦係唔慣，故所安排一條路，但是係較簡單嘅。路平常沒有人走哈，這段時間的颱風過後比較沒有。除特色本基府落火車馬嘅條路，中產有名嘅實作，啲裝條順暢嘅鋪頭，啲一擺風仔度有遇到疏順嘅情形，是有邊貼彎下來樹一筆一條。不過我啲一嘅冧足足嘅鋪頭行做事，可能我貼拍生意。小心哦！他們就是要出來，就是要幫助地方，哦。然後他們也不會計較說這樣住在這邊一個晚上多少錢，對不對？吃的好不好，他們都不會計較。而且你看每一個都做得汗流浹背啊。可以啊，因為往上不好丟嘛，你轉過來，然後對那邊丟，那邊丟比較好。銀行業來聽說，幾名做經營當感謝嘅，一擺參加工作假期嘅成業，但是係來自杜非企業60人士嘅後生業。因為國家嘅態勢強下來，
还有有名的网络公司的员工集体抢下了报名。因为八八水灾那时候真的太危险，那父母都觉得我们不应该下来。那这次就觉得有这个机会就顺势下来。一开始看姐姐就觉得哇真的很有趣，那自己做了以后就觉得原来自己是有力量可以做这些事情。小心哎！一条杜飞的后生人，差唔多，但是唔识做过一条路通的事。创一条广发沙溪，可以牛山的省南葡萄，都是一条顺河整理抢来，个综合一条条的桃花毛。对一条唔晓得言语的人来讲，又是动态挑战。最难的除草挖土吧。是哈，那你刚挖土这个土好挖吗？不好挖，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石块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要种这棵树？那个让那个白面让白面鼯鼠有那个像你种树，应该自己家里没有，不成？不成，对，只是种花圃而已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树，有点不太一样。有什么差别吗？就是真的有很多小虫子，跟家里的花圃不太一样。大家请这边走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哈。就算係工作假期，出庭認真嘅做事也要做得夠。工作工頭除了要負責法律工作以外，還要建設收集順康嘅環境，然後山度農民嘅格拉貨也掉。本大家從無同樣嘅面向來認識阿里山。木啊，香菇哈，按照木材做的嘛，种那样有这个打一个洞，这我觉得蛮赞的，而且就是说那个 loading 可以再重一点，因为我觉得既然我来，我就想要帮忙，对，那就是某一段时间帮忙，或其他时间玩，这个我就觉得 OK。綜合細細嘅桃花木，吊頂下的平安太嘅排葉，細細希望也係大家嘅承認。第鐵路嘅損害恢復前，一片之講用佢哋嘅行通，為阿里山付出一系列心力。因為有嘅無同樣嘅連結，喺一般阿里山對佢嚟講，唔單止係景點添。